10場橫跨2個演期嘅龍劍生李後主，終於嚟到最後一場。喺度再次多謝10場支持我哋嘅觀眾，多謝晒。借呢個機會，我哋想多謝好多人。首先就係勞苦功高嘅激樂領導高潤權師傅，音樂領導佘家樂師傅，聯同咁多位嘅音樂師傅嘅拍檔。另外我哋要多謝嘅係有後台嘅金怡服裝啦、廣興佈景、武術指導何業明老師、排舞老師曾浩之老師。另外我要多謝幾位內場嘅合唱，總共係有5位，分別係吳詠琴、鄭雅蕾、何嘉怡、黃玉華同埋陳景怡。我交俾識大氣另一位負責人楊偉康繼續介紹。我跟住就講啲對於黎耀威嚟講好難記嘅人物啦。我未提所有人之前，我首先多謝台上所有嘅演員。跟住要辛苦我哋參與今次嘅3位舞台監督，包括有劉子欣、高文謙同埋李霆鋒3位。我哋嘅劇團經理袁善平小姐，我哋負責我哋字幕嘅有徐嘉瑩小姐。咁跟住咧設計方面咧，我哋嘅投影嘅設計咧係陳家豪先生，我哋嘅音響設計林冠光先生，我哋嘅燈光設計係梁偉康先生。咁我嘅得力嘅左右手就伍嘉怡小姐，佢會將我腦海裏邊所有意圖做出嚟嘅畫面都可以超額幫我完成嘅，辛苦晒。咁跟住另外有咧就係我哋負責今次李後主嘅服裝設計嘅2月服裝設計梁月慧小姐啦，跟住有我哋造型照拍攝黃子靜先生，同埋我哋所有宣傳品嘅設計上了藝林藝術工作室。咁我要再辛苦佈景公司、廣興公司所有嘅手足，佢哋係真係好辛苦，同埋特別有全哥咧係參與咗唔少部分嘅佈景製作嘅，辛苦晒。咁我又交翻俾黎耀威啦。今次嘅演出咧係好難能可貴，對我哋唔識大戲嚟講，亦都係對台上面所有演員，甚至各位每一位嘅觀眾。我希望藉住呢個機會，代表台上咁多位嘅演員，尤其是我哋10位嘅主演，再次多謝生姐，多謝佢嘅指導帶領我哋，令到今次嘅演出係圓滿成功。有冇人趕住翻去食飯？再借大家少少時間，我相信我哋台上面嘅10位主演咧，都想心入邊有啲説話同大家講。好啊！首先，我講兩句先啦。我哋呢班演員要講嘅説話咧，就好刺激嘅今日，仲刺激過佢哋做戲嘅，因為咧講明唔可以多謝生姐嘅。佢淨係等於咧，曹植要作一首關於兄弟嘅詩，但係唔可以講兄弟嗰2個字嘅。邊位先啊？沈柏全。我淨係講咗多謝啫。首先多謝各位觀眾咁支持呢10場演出。第一個出嚟講，其實真係好緊張。其實我覺得有份參與呢個演出係我好大嘅一個榮幸。其實我都冇諗過，我有機會同到生姐同台影。哦，你講咗。咁所以接咗呢個期之後就緊張萬分。
又興奮又刺激，咁啊今日叫做安然度過，只有3個感字：感恩、感激同埋感動。咁啊，我真係講唔到任何嘢，真係。總之，多謝台前幕後咁多位，多謝多謝各位觀眾。第二位陳丹彤。大家好，我係陳丹彤。首先，多謝識大戲，多謝佢哋嘅邀請，讓我可以介入呢個演出。咁呢次演出令我最難忘嘅就係、我覺得係每一位觀眾，因為我覺得每一位觀眾。